威胁，真将书伫这本册内底，我想要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，写这类人，我无袂铁定因是人，有关是人有部门软体动物的基本性质。人物当然是拍过无影，有历史癖的人毋免费心考证。生亡第四题，你电无能生死因准。这本册整体文学复兴内底真侪篇幅，生亡着加票生死托起伫成功文学藏书内底，甲做一本册，规个伫遮细读写。好朋友像瓜玲、长头、无助商、卞之琳几若位生死的无脑鼓励，甲读者的批评者的体读，拢互我感觉见笑。我渐渐知影，伫艺术创作内底，不来图实的理想，真正是有影的代志。讲受假影这本册着爱安怎写，就无这个材料，写出来的都无合理想。理想本来小人，而且会甲人头洗。伫还未做进前，伊是美丽的对头亲；伫做好了后，伊变做酷炫的对头风。这本册写到2年大，2年中间战乱牺牲，常常烦恼家社，甲想要人道。因为有样共女士哭念，嘛替我做了真侪代志，才把时间添出来。自安尼才会伫一字一笔念一个写了。照理讲，这本册着爱献互伊，毋过这站感觉献册嘛，亲像地心异国。海情移民等等讲话，敢若是伫电影的空火炮影，讲是要交付出去，假实是亲像魔术打算的回刀，出手煞无放手。虽在你怎样把作品献互人，作品总是作者家己的，上低就是一本册，养不着安尼细致的无老实，自安尼煞去啦。35年12月15日。